即句话，伊的感想来写即首诗歌，因为迄当时呢，伫南非迄个所在有一个对圣经有一个真受到挑战的一个言论吼。毋过所以伊就写即首歌来加强教会内底的团结，以及甲上帝搁好上帝是咱教会上重要的地基。伫以弗所书第2章20节，伊嘛安尼宣告讲，耶稣基督是真实，而且是唯一的处决者。吼，纵使咱教会会当有时会受到世俗的挑战，甲一寡艰难，一直攻击，但是咱得爱相信，咱上坚固的地基就是耶稣基督。伊互咱有坚定无改变的仰望，咱会当对称伊得到救，拢是对主的恩惠来的。愿咱教会若嘛甲伊同样，咱最后会当伫天家甲伊做对安尼。咱就做伙来吟即首诗歌。哦，等一下投影幕完，还是看做伊头前有圣诗哦，咱得先掀开哦，第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。哦，即摆有啊，咱做伙来唱。咱今日第一首圣诗，那第二首是第611首，611首，地主的人有幸福。
这首诗歌我相信大家拢真熟吼，嘛是大家上爱的诗歌之一。记得有一届教会的退休会，咱有邀请兄弟姊妹来竞选家己上喜意的诗歌，这首诗歌嘛是排行榜内底吼。迄个时阵，咱陈美林牧师嘛有分享，这嘛是伊上喜意的诗歌。这首诗歌伊的歌名，伊的原名叫做《There Is Joy in Serving Jesus》，就是讲，当咱服侍耶稣的时阵，是有真正足喜乐、真快乐的代志。这种喜乐毋单是来自侍奉的本身哦，更较侪是咱感受到上帝疼惜，咱用这种疼来分享出去的时阵，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。伫罗马书15章13节，伊嘛安尼分享：愿赏赐愿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，同样会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管联，会当得到满满的愿望。所以，咱得相信，当咱顺服上帝的旨意时，心内就会充满上天的平安、快乐甲乐乐。当咱时刻遵行伊的旨意时，这种喜乐会当伫咱心中永无止线。咱做伙来因这首诗歌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咱唱第1节到第1节到第3节就好。忧伤真快乐，那是欠可乐险死，我心平安真得意。为的快乐，得作为人快乐，作为快乐不通比，心地条条大欢喜。金条做唔通帮你，就的快乐，永远通的主快乐。第3节，地主的人无幸福，虽然行过暗山沟，那地耶稣的脚步。为的主甲咱带路，为的快乐，得做为人快乐，做为快乐无通比，心地条条大欢喜，金条做唔通帮你，就的快乐。永远通的主快乐。好，希望咱大家钦调主，咱就唔通甲放离，来得到快乐，永远通得主的快乐。当咱饮食时，我邀请大家会当真快乐真欢喜，对身体来学乐上帝，来唱这首诗歌。咱今日联系到这，咱准备先今日的礼拜。今仔日是为献奉献主日，请准备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。
伊若听天国的道理，也无晓悟的，迄个歹的就到，将锁也伫伊的心的抢去，这是也伫路边的，也伫石壳的地的。即个人听道理，两边欢喜承受伊，总是内面无根，不过是暂时尔定。着狗为着道理，拄着有患难困着，两边着答。也一车内的即个人听道理，也世间的挂虑、钱财的迷惑、惹撇迄个道理就无结实。也伫好土地的即人听道理来晓悟，伊实在结实所结的，有的10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30倍。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255首，圣诗255首，请起立。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勒多任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搁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
三甲用客应文第29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客应文第29篇。行为无通指责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听趁上主的教示。即款人真有福气，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追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。求你开我的目睭。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。求你予我无行虚假的道路。求你予我无意爱附假。伫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，你的公义线到永远。同心来祈祷。慈悲疼痛满满的天父上帝，阮伫天顶的爸，全能的主宰。今仔日是你所定的日子，阮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的权能充满宇宙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你是永远无改变的上帝。你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，你的性命伫全地遐尼水。阮同心来到你的圣所，用敬畏甲虔诚的心敬拜你。愿一切荣光、尊贵、能力甲权能，拢归荣光互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主啊，阮嘛满心向你献上感谢，感谢你一路的保守甲看顾，赏赐阮活命，互阮通平安过每一天。感谢你供应阮逐日的需要，伫逐方面施恩扶持阮，甚至伫阮无发觉的时，你犹原用稳定的手引带阮、保护阮。阮一切所有的，拢是对你来，阮献上感谢甲懊恼。主啊，即时阮嘛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阮的罪，来悔改。阮承认家己时常亏欠你的荣光。阮平安的时，阮袂记得是你的保守；伫丰富的时，阮忽略是你的恩典甲赏赐。阮时常倚靠家己的能力，掠做一切的成就是出伫家己，却袂记得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伫你的手中。若毋是你，阮就无算做是甚物。当阮看见天灾甲逐样环境的困难的时，阮才看见人的微细甲有限。求主赦免阮的骄傲、自满甲无用心，也赦免阮将你的恩典看作理所当然。求你清去阮的心，更新阮的心思念头，改变阮生活的态度，互阮的一生通诚侪你圣工的路用，来荣耀你的圣名。主啊，阮恭敬敬拜你，将家己全然献予你。愿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，拢会专心倚靠你，忠心跟缀你。由主坚固上善教会，互兄弟姊妹彼此相疼相扶持，同心完成你所交托阮的使命。求你的圣神自由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开阮属灵的目睭甲耳孔，互阮明白真理，领受生命的粮草。愿今仔日的敬拜得到你的接纳，愿你的神充满这个教会。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言讲。
一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5章19节到34节。创世纪25章19节到34节。19节，亚伯拉罕的囝以撒的世事记伫下底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做某的时，拄啊40岁。伊是巴旦阿兰地的阿兰人毕托利的查某囝，阿兰人拉班的小妹。以撒因为伊的某无生囝，替伊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伊所求。伊的某利百加就怀孕，囡仔伫伊的腹内3个月。伊就讲，若是即款，我咪使安尼，就去问耶和华，耶和华甲伊讲。两个国伫你腹内，两族要对你的身躯出，即族要较赢迄族，是大的要服侍是细的。生产的日期到，果然腹内是双生的，头一个出来的，身体红红，通身躯亲像皮仔衫，就甲伊号名叫以扫。底后伊的小弟阁出来，伊的手牵着以扫的骹学定，就甲伊号名叫雅各。两个囝出世的时，以撒拄啊60岁。27节，两个囡仔渐渐大，以扫交拍拉，常常伫山野；雅各做人恬静，常常住布棚内。以撒疼以扫，因为常常食伊的野味；利百加疼雅各。有一日，雅各煮汤，以扫对山野倒来，野性到极。以扫对雅各讲：“我真野性。”求你用即个红的汤互我食，因为安尼以扫也名叫以东。雅各讲：你今仔日用大囝的名分卖互我。以扫讲：我着要死啦！即个大囝的名分对我有啥利益？雅各讲：今仔日你着对我咒詛，伊就对伊咒詛，将大囝的名分卖互雅各。雅各就将饼甲红豆汤互以扫，伊就啉食。起来做伊去，这就是以扫看轻大囝的名分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一碗红汤，两种妖魔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我有看到2篇关系亲子关系教育的文章。第一篇是讲到有一种现象，就是一个囡仔若伫成长过程中间受到真大压制。譬如讲，也是讲伊有感觉伊有真侪欠缺，等到伊大汉了后，会出现一种真强烈的弥补的行为。譬如讲，有的人会去买真侪以前互父母禁止买的物件，嘛有的人会伫男女关系中间去找满足。第二篇是一个60岁的日本妈妈，伊分享伊伫囡仔细汉的时，坚持无要买电子游乐器互因。认为讲等囡仔大汉了后才算嘛无要紧，所以虽然伊的囡仔一直哀求伊，因为因拢听无其他的同学在讲甚物，所以哀求妈妈。但是即个妈妈嘛是无动于衷，无要买就是无要买。后来伊的囡仔大汉，就用第一份的薪水去买即个游乐器，但是算无偌久就感觉闲啊，无想要算啊，所以即个现象。互即个妈妈搁较认定伊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，但是即个看起来真理性的结局，较引起日本网友的讨论。有真侪人会讲，游戏机对囡仔来讲，毋是一个佚佗物仔尔，搁较是甲朋友的重要的社交，因为伊会当甲同学产生互动。所以虽然即个囡仔大汉了后，伊家己有能力去买一个电子游乐器。但是，伊已经失去囡仔时期甲其他的朋友做伙体验的迄个快乐，所以伊买毋是想要耍，伊敢若是伫弥补伊囡仔时期的迄个欠缺。兄弟姊妹，这毋是心理学尔，这是互咱看见一个事实，就是咱人无亲像咱家己所想的遐尔理性。真侪时阵，咱是要为着家己内心的遐个欲望。遐想要爱的物件，咱互因牵得行。所以，若一个人感觉伊有欠缺，为着马上得到满足，就真容易做出
甚至爱付出真大代价的决定。但是这毋是现代才有的代志，其实圣经早就将即种真理放伫咱的面头前啊。这就是今仔日伫即段创世纪25章，咱对囡仔时期就非常熟的一段经文，就是雅各的红豆汤所要互咱的提醒。每一届看即段经文，咱真容易落结论讲：哎呀，即个以扫真正糊涂，哪会为着一碗汤就将家己大汉囝的名分卖掉咧？咱嘛可能会认为，哎，即个雅各真奸巧呢，趁阿兄巴肚枵的时就用即种拗步。但是即段经文绝对毋是一个道德的故事，在讲一个人贪食，一个人太会晓计算。即个故事嘛，毋是咧讲谁较聪明，谁较奸巧。即段经文要互咱看一个搁较深的问题，就是当人徛伫需要甲欲望的中间，你会安怎来看待上帝应允？所以今仔日我用一碗红汤、2种幺五来做题目，互咱做伙来思考。虽然即段经文看起来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以扫伊巴肚枵，但是咱若详细看，就会发现，毋若以扫枵，其实雅各伊也枵。故事一开始有讲，亚伯拉罕的囝以撒会细细记伫下底，亚伯拉罕生以撒。这是看起来敢若是一个家谱，但是读圣经的人拢知，这个家庭毋是一个普通的家庭，这个家庭是带着上帝应允的家庭。这个应允就是上帝互亚伯拉罕的，讲你的后裔要成做大国，地上的人会因为你来得到福气。但是咱若继续看落去，20节、21节，较毋是一个真顺利的开始。以撒伫40岁时娶利百加，但是因生袂出囡仔来。咱若会记哩，以撒的老爸亚伯拉罕嘛是安尼。所以咱看见即个家族搁一届经验生育的困境。但是以撒伊甲伊的老爸亚伯拉罕无共款的是，伊无家己设法，以撒是替伊的某伫遐来祈求上帝。然后咱看见上帝真正是回应伊的祈祷，因为接续的经文，利百加马上就怀孕啊。但是实际上，咱敢知以撒是祈祷偌久的时间才得到囡仔？伊用20年的时间才得到囡仔。这20年以来，当因看别人欢喜在抱囡仔的时，就好亲像在提醒因，因是有欠缺，因是不足的人。所以，这段故事头一项就是互咱看见，上帝的故事定定是对人的无法度来开始的。无法度生囡仔，这伫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代志。但是，以撒将安尼困境带到上帝面前，伊祈祷，伊听候，这互咱看见属上帝的人，毋是袂拄着困难，属上帝的人是伫困难发生的时，知影爱将困难带到倒位去。兄弟姊妹，伫咱人生中间一定会发生欠缺，也是使袂出力的时阵。但是你要安怎来面对呢？我想大部分的人会亲像亚伯拉罕，虽然上帝甲伊应允，甲伊讲你会有子孙，但是当伊看无结局的时，紧找女婢来生一个，紧找方法来填满家己的欠缺。但是透过伊的囝以撒，可互咱看见，人的绝望毋是故事的结束，反倒是人学习相信上帝、顺服上帝的开始。所以咱看见上帝果然是回应以撒的祈祷。以撒的祈祷是求一个囡仔，但是上帝较互因2个。毋过代志嘛毋是遐尔顺遂。经文记载，囡仔伫利百加的腹肚内3岁。咱看见这经文是讲，2个囡仔伫老母的腹肚内动甲非常厉害，过来过去，互伊怀孕的过程非常的痛苦。甚至利百加痛苦到讲出，若是即款，我咪使安尼咧。
意思就是讲，当初我若知影会遐尔啊艰苦，我就袂求怀因啦。但是上帝嘛回应利百加的疑问甲伊的痛苦，上帝甲伊讲：两国伫你北内，两族要对你的身躯出，即族要强，较强迄族，时代要服侍时势的。原来这毋是单纯的两个囡仔伫老母的腹肚内伫遐叮当三岁那尔，这是伫预言伫将来会有两个民族、两条路线的发展。咱若看了历史就知，大汉囝以扫的后代是以东，第二个出世的雅各，伊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。伫古代，大汉囝伊虽然有优先的地位，会当承接搁较侪的产业，伊爱负责任来延续伊的家族。但是上帝竟然伫这两个囡仔出世进前就预定好势，这毋是上帝偏心，这是因为救恩完全是出自上帝精选甲上帝主权。但是咱看上帝敢是偏心呢？上帝敢是经历一个人，但是表示另外一个人无重要呢？毋是，因为接续落来的经文，互咱看见，虽然双生仔还袂出世，上帝就有伊的计划，但是伫这两个囡仔大汉了后，因的个性、因的价值观、因对人生的选择，较嘛渐渐显明出无共款的生命方向，并且嘛有无共款的结局甲发展。经文讲，生产的日期到，利百加果然生出双生仔。头一个生出来的，身躯红红，通身躯亲像皮仔衫，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扫。底后伊的小弟搁出来，伊的手牵条以扫的骹后顶，就甲伊号名叫做雅各。伫古代，号名是大代志，一个人奉号的名，通常是表达出伊的父母对伊的期待，甲对伊的祝福。但是咱看这两个囡仔的名，较非常的特别。头一个生出来的身躯红红，毛真多，所以家己号名叫做以扫。以扫的字，即个字甲毛真多的希伯来文发音非常相款。接续落来出世的囡仔，是用伊真奇怪的行动来号名，因为即个囡仔是举掉伊阿兄的骹来出世的，所以号伊的名叫做雅各。雅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骹后顶、脚跟的意思，同时有掠掉即个骹后顶，并且雅各即个字的字根甲欺骗者、取代者同款，所以嘛有取代、抢夺的意思。咱会发现，这两个囡仔虽然是双生仔，但是因较非常的无同。以扫互人的感觉就是较粗勇、较有气力。解经家嘛讲，身躯红红，是指暗示即个人的个性较冲动、较受血气。另外，伫大汉了后，伊熬拍拉，常常伫山野，这嘛描写出以扫是一个真爱伫户外、户外伫遐活动的人，真爱伫遐追求冒险、刺激的人。但是咱看雅各就无共款哦，雅各伊拄仔出世，伊就会晓掠。这是暗示伊将来人生不但真会晓争取，并且嘛充满计谋。另外，雅各做人真点睛，定定伫布棚内，这嘛表示伊较会晓思考，较会晓拍算。但是圣经爱咱去注意的，毋是这两个人的个性的无共款，因为上帝创造人，甚至是双生仔，嘛拢有差别，并且每一种个性拢有伊美好的所在。但是这段经文上值得咱注意的就是28节，伫遐讲以撒疼以扫，因为定定食伊的野味；利百加疼雅各。这段经文特别指出，以撒会疼以扫，是因为定定食伊拍拉得到的野味。这个理由真奇怪，一个做老爸的，毋是单纯在疼伊的后生，是因为这个后生会互伊好处。但是做老母的利百加疼雅各，话解经家讲，是因为雅各定定甲老母伫布棚内，
甲老母斗相共，所以母仔囝关系较亲密。但是嘛有解经家讲，利百加会特别疼雅各，是因为当初上帝对伊讲的话。当初上帝伫囡仔还未出世前，甲伊讲，时大的要服侍是细的，所以伊对雅各有特别的期待，认为雅各才是迄个上帝要拣选、要生息应允的人。所以咱看见，伫即个家庭的内面，父母无用共同的疼来对待这两个囡仔，造成的结果就是形成两个阵营。所以读者会发现，雅各、以扫因两个人会发生冲突，毋是个性的问题，冲突嘛毋是突然间爆出来的。这个冲突是不断累积起来的，因伫巴肚内的三钱，到个性有差别，到父母的偏心，到最后迄碗红豆汤，规问题就爆发出来。有一天，雅各煮汤，以扫对山野倒来，野生到急。以扫对雅各讲：“我真野生，求你用即个红的汤互我食。”作者嘛伫遮注解讲，因为安尼，以扫也名做以东，因为以扫的后代以东，即个字的意思就是红。这段对话看起来是一个真自然家庭内面的对话。一个人拍拉转来，工作转来，巴肚枵，小弟拄啊好伫煮物件，做阿兄当然非常自然会甲弟弟讨物件食。但是咱看以扫的回答，我真野生，求你用即个红的汤互我食。以扫伫讲即句话是讲现在是，意思就是讲即马互我，马上互我。以扫想的就是。伊会欠缺爱马上得到满足。兄弟姊妹，有时阵咱嘛甲以扫共款，毋是吗？当咱真忝的时，判断力会降低；当咱感觉真委屈的时，咱所看见的只有家己的感受；当咱感觉真空虚的时，就会用力找其他的物件来填满。伫遮的时阵，咱若敢若想，现在我的欠缺。一定爱满足，就真容易做出互家己后悔的选择。所以以扫即个态度，马上互伊的弟弟雅各看出伊的弱点。雅各嘛无咧怜悯伊的阿兄的需要，反倒伫遮咱看出雅各显明出伊对大囝名分的迄种刻薄。伊掠着机会对伊的阿兄讲。你今仔日用大囝的名分卖互我，我相信咱中间绝对无一个人会提出安尼的交换。用一碗红豆汤，就想要交换遐尔重要大汉囝的名分。但是无想到雅各提出安尼要求的时，以扫竟然嘛答应。以扫的理由是啥？我就要死啊！即个大囝的名分对伫我有啥利益咧？兄弟姊妹，咱透过以扫2摆回答。第一摆回答伊是讲我真野生，第二摆回答伊讲我都要死啊！会当看见即个人伊的讲话是无经过思考，真冲动，讲话真夸张，并且伊将伊肉体需要放大，成做伊性命的全部。以扫敢毋知影大囝名分的重要？伊当然知影，但是为着满足伊肉体暂时的欲望，伊完全无去考虑迄个效果。兄弟姊妹，以扫的性命提醒咱：当咱伫某一方面感觉欠缺，也是感受真大压力的时，咱的目睭就容易互这物件来放大、来占掉的，然后咱开始感觉。其他的代志就无遐尔重要啊！亲像有个人认为趁钱出去耍较重要，所以信用无重要啊；有个人认为自我的满足较重要，所以甲别人的约束嘛无重要啊。但是咱若永远才会空胖存在，
试探就会找机会来撞入来。但是，咱是人，哪有可能会当克服这会软弱咧？有可能，但是毋是靠咱家己，咱需要一个搁较大的力量来帮助咱。咱就来看耶稣伫旷野受魔鬼试探的咧。伫迄40天，耶稣会当讲是非常的妖，魔鬼嘛伫伊的边仔不断地使人伊去试探上帝。但是咱看见每一届耶稣拢是用上帝的话来抵挡，所以这就是伫提醒咱，上帝的话是重要的。咱爱读圣经，并且是稳定读圣经，毋是有需要时才去读圣经。伫今年的5月初1，有20几位的兄弟姊妹开始进行一年读完1摆圣经的灵修的计划。伫这中间有70几岁的信仰的长辈，嘛有高中生、国中生，只是阮已经读完非常困难的摩西五经。当然，伫这20几位中间，也有人也袂出埃及。但是过半兄弟姊妹透过每一天读圣经，分享心得，拢互彼此得到非常多的学习。亲像有人就分享，互伊搁较去思考上帝每一件事的意义。有同伴做伙读，有固定的进度，有伫遐来拄处理。伫经文中间，搁较感受到上帝对伊讲话、提醒甲教导。嘛有人讲，平常有读经的习惯，伫无顺利的时，会当想起上帝的话，也是知影上帝无所不在，所以会当放落家己的重担。也有人讲，伫伊迷失的时，会想要去找即个册店真励志的遮个册来读，但是较袂记得讲，所有的答案拢伫上帝的话的内面。所以伫顶礼拜教育组提出安尼邀请，嘛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会当参与一年读一届圣经的计划。当然，伫第一批参加的人已经读完摩西五经，所以其实勉励后来参加的兄弟姊妹，你会当对约书亚开始来读。约书亚是另外一卷的册，所以你对另外一卷的册开始读，会当较清楚。伊咱若对中插入来读的时，有当时啊，咱毋知影伊头前伫讲甚物，就真容易会失败。所以咱会当对约书亚记开始来读起。所以咱看到这兄弟姊妹分享，因真亲身的体验，就互咱知影讲，伫面对咱的性命有欠缺的时，上帝的话就是咱的盾牌，因为上帝的话会当帮助咱。避免用错误的方法来填满咱家己的空虚，上帝话嘛引带咱无歪错，会当行伫伊旨意的中间。但是这段经文毋若是伫讲以扫的妖恶，其实这碗红豆汤的背后，嘛显明雅各伊内心的妖恶。雅各听到阿兄安尼讲，伊马上回答：今仔日你着对我咒詛。因为雅各知影这非常重要，机会来啊，伊袂当放伊过，伊等袂赴啊，所以就用计谋来加速这个时间，并且伊惊伊的阿兄反悔，就叫伊咒詛，叫伊阿兄咒詛，将大汉囝的名分也卖互伊。我想，当雅各将这食物交互以扫的时，以扫应该是感觉伊趁着啊。因为伊毋若是摕着迄碗伊想要食的汤，并且雅各佫附送伊一块饼，所以经文非常清楚，互咱看见，其实这两个兄弟啊拢有问题，因为因两个人拢毋相信上帝会供应因所需要的，亲像以扫，伊毋相信上帝祝福是有价值的，所以用一碗汤来交换。甚至伫咱今仔日经文上尾一节，互咱看出伊根本无将大汉囝的名分当作一回事。最后一节讲，雅各就将饼甲红豆汤互以扫，以扫就啉食，起来做伊去。这就是以扫轻看大囝的名分。
所以咱看见创世纪的作者用非常冷静的描写来评论以扫这个人，伊食啉，伊起来，伊做伊去，咱看见伊无反省，伊无珍惜，伊无交战。所以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嘛，安尼评论以扫讲，迄是真理世情的，亲像以扫，伊因为一顿食卖大囝的业。所以咱看见以扫伊所做的代志，已经流传到今仔日，诚做咱的警醒。但是咱看雅各咧，雅各嘛无偌好，因为伊无相信上帝会照家己所讲的来应允来成就，所以伊加速这个时间，伊用假冒来争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段故事除了在讲一个故事，敢有其他的用意咧？其实这段故事毋是叫咱讲毋通贪食，嘛毋是叫人讲毋通遐尔假冒。这个故事是咱一面镜，因为伫咱的内面，嘛定定带着这两个人。有时咱敢若想要紧紧满足家己的欠缺的需要，也是想要紧紧看到成果，马上得到回应。就可能因为一点点仔渐渐会看轻，来失去属灵的敏感度。譬如讲，有人看轻敬拜，因为心情无好，今仔天气无好，感觉非常忝，所以我无要去做礼拜啊。有的人看轻祈祷，因为看袂到结果啊，所以毋免浪费时间参加祈祷会啊。有的人看轻上帝的话，认为看抖音、看短影片较趣味。咱若习惯安尼的生活，咱无一定会离开教会，咱可能嘛是坐伫遮，继续自称咱是一个基督徒。但是咱的心就甲以扫共款，对眼前的代志有反应，但是对上帝应允较哪来哪无感觉。毋若安尼，其实咱每一个人内心嘛有雅各啊。咱非常重视上帝祝福甲应允，但是内心佫敢若毋相信上帝的成就，所以不断想办法去计算去安排。咱的嘴里讲我相信上帝，但是咱活甲敢若是伫相信家己。所以经文读到遮，可能咱会问，安尼经文有啥物愿望咧？一个充满偏心的家庭，两个囡仔，一个是看轻大囝的名分，一个是趁机勒索，安尼故事有啥物好通讲的？但是咱看见，上帝无因为人的混乱来停止伊的应允，上帝恩典赢过人的失败，并且上帝有能力伫人的问题内面继续来修正，互人来完全。以扫虽然伊看轻伊的名分，伊的选择嘛带予伊真痛苦的后果，但是上帝无放杀以扫，透过伊的老爸以撒的祝福，以扫伊嘛得到讲，你所徛起的要有天顶的，要有世上的肥地，要有天顶的甘露，并且到你愤恨的时，要对你的阿妈滚开伊的牛蛋，而且讲伊的牛蛋。这个伊就是指雅各，所以上帝嘛应允以扫，甲伊讲：你所做一切，我嘛会祝福。有一天到时到的时，你袂阁受到你兄弟雅各的安尼的一个捆住甲统治。咱看雅各咧，虽然伊得到大囝名分，但是上帝修理伊，伫伊后面的经历内面，咱看见。一个真会晓计算的人，最后伊学会晓安怎降服伫上帝。所以虽然伫咱的中间有以扫的冲动，有雅各的算计，但是上帝犹原对咱讲：转来，毋免去用眼前的物件来交换永远的祝福，也毋免用恁家己的手来抢我原本就买互你的祝福。上帝当然知影咱的枵，咱的急，
但是爱咱伫妖魔中间会晓分别，什么是暂时的，什么是永远的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无成做迄个看轻祝福、看轻稳定的意思，嘛毋是迄个急得掠掉的雅各。愿上帝帮助咱，成做是一个真正较无意的人，因为真正的幸福，毋是在伫迄碗会啉完的汤的内面。真正的祝福，伫上帝应允，伫上帝的同在，伫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内面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透过旧约即个故事，互阮搁一届看见阮家己内心的问题。有时阵，阮为着要填满阮内心的欲望，阮找真济物件来填满，总是伫了后，阮发现这拢毋是上帝你要互阮的。有时阵，阮的内心嘛带着雅各，阮急得要掠掉上帝的祝福。主啊，虽然阮相信，但是阮的心着急，所以用家己的方法、家己的计算来度无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，互阮安静来听候，互阮来听候你，因为阮相信，你要互阮的应允是绝对袂离开阮的。你要互阮的祝福，也绝对袂互任何物件手夺过去的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安静听候迄个永远上值得阮来听候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，请咱做伙读2遍。独独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外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恁，就互基督耶稣对世人中国外的，也要将伊的神，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为死的身躯国外。罗马书8章11节。独独互耶稣对世人中国外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恁，就互基督耶稣对世人中国外的，也要将伊的神，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为死的身躯国外。罗马书8章11节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611首，圣诗611首，请起立。那是天父路。
请坐。奉献请徐光宇长老、苏国贤长老、曾庆仁长老负责书为献，林婉莹执事、庄博雅执事来负责奉献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第一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建堂甲发展委员会，请顾问甲委员参加。第二点，今仔日下晡3点要举行小会，请小会员参加。第三点，本教会定8月30日礼拜日上午10点半要伫双连安养中心举行设教151周年的纪念礼拜。礼拜后要自产联谊，请逐人的费用是100块。为着要确定车甲订餐，请兄弟写报名表交予牧师也是中职。报名到8月16日截止。奉献的部分若有订单，请中职来更正。周间聚会甲后礼拜圣工负责人请家己看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来公祷，咱也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来祈祷。咱看见世界有真侪遮的灾难，咱恳求主的怜悯，嘛感谢主，互咱台湾伫即届风台无过头的灾害，咱嘛继续为伫有灾害遮的地区互援来祈祷。咱嘛为着各国的宣教师来祈祷。咱为着教会逐样的事工，咱的建堂的事工、宣教的事工，互咱为着遮个事工来祈祷。咱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如英姐来祈祷。咱为着带孕的兄弟，杨宽宏长老的长老娘、淑珍长老娘，伊伫前港跋倒，所以伊昨有经过手的手术，吼，咱嘛为伊祈祷，伊明仔载就会当出院，恳求主看顾伊复原，甲了后的复健。咱嘛为着生活之事来祈祷，互伊对昨嘛是入院，互咱恳求主会当来医治伊、帮助伊。互咱嘛为着你处理疗养遮兄弟姊妹祈祷，咱为着明理者，互伊嘛真顺利来完成髋关节的手术，咱恳求主帮助伊了的复健。咱嘛为着直cou兄燕纯、应轩、
文字者、以礼、林水长老、慧玲姐、淑慧姐、金芬姐、雨婷、阿卡姐、明珠姐、方梅姐、尊成兄、丁友兄、道明兄、阿菊姐，互咱开喙，为着遮个事，为着遮个集体来祈祷。手术顶阮任何也是名利在各路工作哩伊伫因伊大边个任何手术，工作哩看顾会紧紧恢复，工作哩也帮咱主安感谢你，互阮经过风台真平安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，做伙来祈祷。主恳求你，互阮心存仰望，祈祷是带着信心。虽然真侪事阮还袂看见结果，但是互阮耐心来听候上帝你上美好的旨意甲安排。主，阮要为着世界甲台湾来恳求，恳求你保守即片土地，你所创造的遮个世界。虽然有真侪天灾战争，主啊，恳求你会医治，你的公义会当伫其中运行，会当医治遮个受伤的土地甲人民，会当来怜悯遮个伫艰难中间拄着艰苦的遮个人。主也恳求你，互阮互相来祈祷。虽然阮无拄着安尼的软弱甲痛苦，但是主，阮要用你的心来做心。主恳求你帮咱，互阮定定会当为着遮个所在、遮个人民在祈祷。我也恳求你来看顾伫各国宣教的宣教师，扶持因、帮助因，互因有气力。伫无共款的文化甲环境的中间，互因所做的一切有效果。主恳求你也保守因，甲因全家的安全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大洋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你继续带领阮建长的事工，帮助阮，互阮同心合意来寻求主你的方向。主也恳求你来保守阮其他的事工，阮遮的宣教的事工、敬拜的事工、教育的事工、关怀的事工，拢恳求你使用无共款的同工、小组长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互阮会当听上帝、听兄弟姊妹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伫大院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保守杨长老娘，互伊了的学员拢有上帝你的看顾，也保守伊的空喙紧紧来恢复健康。主，阮也要为着生活即事来祈祷，恳求你看顾伊，保守伊，也看顾伊的家庭。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如莹来祈祷，也保守伊甲伊腹肚内的胎，互上帝你来看顾。主，阮也要为着真济你处理疗养的遮兄弟姊妹祈祷，恳求你看顾因，伫每一天的福建，也是伫亲人的照顾的下面，拢会当有上帝你的祝福甲因同在。也恳求你来保守帮咱遮个家庭，虽然拄着厝内的人长期有病痛，但是互因内心有仰望，也互因靠主来充满平安甲喜乐。阮将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拢交代伫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引带，互阮伫每一时每一时刻，拢会当每一天拢会当有主你的恩典，阮也会当活出主你所喜爱的款式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是咱伫上帝所赏赐的平安内面，咱来行平安礼。我因主的条信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条信心来听你，我靠近你来比我主的荣耀，我因主的条信心来听你。
心来听你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，我看见你来你有主的荣耀，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。这是来吟圣诗，圣诗396首，圣诗396首。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个上帝疼痛、信心的相通，甲恁众人永远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